丛书会佢本身是一個非叢書分享嘅一個團體 ，Endo Energy。因為基本上係客家人，故所嘅時節客家戲劇就請佢用好高特殊嘅方式來演出，呢度後生人實際嘅出戲，Endo 華書客嘅樂天。最後呢，佢同客家天師有深度嘅合作，而家咩新歡喜，佢提出呢位金鐘獎男主角嘅戲。美麗客家天師，佢哋上咗佢來大嘴鼓，看那裡見樣嘅老客家戲劇，行過1多年。晨晨，劉凱，你有咩頭呀？我嚟參加新人婚禮啊，結果冇想到去坐回拉斯維加斯去咧。算你啦，演藝兩沙即刻可以通好回好咧。因為花束算是我正式當演員的第一部戲，那當然在之前在團體裡面其實有拍過偶像劇這樣，然後更用史是吃豆。周一董沈琪啊，董后告，那後來開始從花束，我們在馬來西亞拍，那時候的心態也是覺得好好玩這樣，然後沒什麼壓力的那一種。按叫夢嘅消息，你兩個就去台灣做先生了。台灣？嚟，一下係營養師咩？啱哦，啱應該係個閩南流浪嘅畫家。咁我呢下為咗生活，需要撈呢個冊子，翕到相片，賺到錢咯。做啲講客話啊，做啲講誒去甲寫時節會講嘅話，而且那時候講的是海陸，花束是講海陸，然後因為拍了花束，後面拍了很多客家電視台嘅戲，可以是學西煙，因為西煙係嗌家婆講嘅，海陸係嗌婆講嘅。故時候可以把小時候外婆講的那個語言再學回來，我覺得很有意義啊。因為就剛好我兩個都會講，所以其實他會比較像我，怎麼講？因為我有客語的優勢，所以在演的時候會比較能夠快速的吸收，然後快速的就是那個語調有冇？他從一般人嚟講發嘅這種感覺啊，所以我覺得視線跟海陸對我來說差不多。到時出啲咧啊！你真係個冇見過 Navy 大套嘅啊！冇問題啦，未來嘅諗會寫啊，都唔易啊！幾愛皮嘅嗬，車嘅啊，全都有呢。現在唔通㗎。誒，不過日本用嘅日本嘛，安心啦，佢田講前嗬。天窗會送你進來啦，仲記我係利用日後，佢搶會講日本話，穿上啲湯嘢，咩蒙堂嘅事啦，實啊，落去送一下啦。月滿水沙連，我在裡面演的是一個紈絝子弟，就是個公子哥啊。故說公子哥就可能跟我本身的個性不是這麼的相像。那一部戲對我來說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跟一個轉折，因為我講了，因為裡面有很多很優秀的演員，美芳阿姨啦，然後彩怡姐啦，吉星哥阿郎姐，然後跟我同輩的郎偉華，然後雅里，他們其實拍戲經驗都比我還要多。拍那一部戲，除了學會視線之外，再來就是，有點像是把自己當成一個海綿，然後再看這些。很優秀的演員，他們怎麼樣做角色功課，怎麼樣詮釋一個角色，這樣。然後我記得那時候紈絝子弟有一點一開始有點抓不太到那個味道的時候，其實郎姐教我很多。更用時郎姐就會在旁邊說啊，你這個就會跟我分析，跟我聊天，然後教我這樣，對。
第一次当爸爸是我跟浩洲导演第一次合作，然后接下来跟他合作很多部在客台的戏这样，然后虽然说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当爸爸，但是刚刚好符合那个角色，因为那个角色就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当爸爸。翻过来，然后洗他的背部，对，可以抹肥皂啊，洗他的背部这样子，对对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子，很棒啦，很好哎，第一次洗的怎么这么棒？呵呵，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嘿。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这位爸爸，那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各位。就跟浩洲玩得很愉快，然后里面的演员阿如导演，对，自如导演，阿如导演很好相处啊，他也没有讲出他是谁，他就说第一次见面他说我叫阿如这样，南迪吉的导演呢，跟我是南迪，然后我说哦如哥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一个没有架子的一个前辈这样。没很錯嘅時節，而家嘅好阿爸冇錯，但係還沒高神，你就變了呀？你可能也係乜嘅用嘅啊？你要做阿爸嘅用嘅冇？你要做阿爸嘅用嘅冇啊？用嘅啊？冇法好講嘅啊！他的表演是那一种比较随性的，所以当他那时候在随性的时候，我会很轻松，因为他没有给你压力，他很自然的表现出来，那你就只要专注的去接他的球，就可以很顺利。接下来好几部客台的戏，压力就越来越大，因为你会意识到，当一个演员不是这么轻松的一件事情，你永远都有学不完的东西，然后永远都可以不停的在进步这样。